歡迎收睇功夫茶。香港嘅救護車服務水準係點呢？就唔使功夫茶多講，大家咧都有眼睇㗎啦。白車咧就甩皮甩骨，3日唔係咧2日就跪低。入博物館俾人參觀就得，用嚟10萬火急去救人咧，隨時救人就變咗害人㗎。唔知係咪當局有見及此，就一於咧搞新意思。唔使咧增加資源㗎，就可以有全新嘅救護服務啦，而且比傳統嘅白車就更加有效率。喺油麻地日前咧就發生咗咧嚴重嘅車禍，一名女子咧頭部重創，等待救援。有一部14個轆嘅新型號白車，話咁快咧就趕到現場救人啦。冇死火，冇行錯路，就將傷者咧極速就送到廣華醫院急症室救治。查實天下間咧邊有一部咁巴閉嘅白車啊？呢一部咧只不過係7名嘅消防員同埋救護員咧迫不得已之下咧組成嘅人肉救護車嚟㗎。原來當時西九龍9個救護站同埋消防局咧都係冇車可以調用㗎。電腦調派系統竟然係由港島西區同埋咧東九龍調車咧去油麻地救人，咁等到嚟都蚊瞓啦。在場救護人員咧就左等右等都等唔到白車嚟。好彩現場咧距離廣華醫院咧就唔係好遠，喺救人心切之下咧，消防員集7人之力就充當咧人肉救護車，沿住窩打老道行人路就抬住傷者就急行400公尺，行到氣來氣喘，成頭大汗，終於將傷者送到醫院啦。消防處救護員會副主席屈其安就表示呢種情況咧喺以前係好少發生㗎。咁梗係少啦。香港就自稱咧乜嘢亞洲國際都會，依家居然要淪落到咧靠人肉救護車去救人，講起嚟都笑死人啦。其實咧係人都知㗎啦，問題嘅症結咧係白車不足，兼且咧係太過老嘢。以今次嘅事件為例由於事發嘅時候嘅更份咧，正就係唔夠車用嘅高風險時間，白車比日更咧係少咗一半㗎。再加上而家嘅編制只係得咧114架白車當值，本來已經係比咧英國顧問提出嘅133架為少㗎。最大劑嘅係實際運作嘅白車竟然咧再打折扣，得返90架嘅啫。10個茶壺得7個蓋，難怪要人肉救護車就頂硬上啦。話時話啦，白車不足呢個問題咧都唔係一日半日先至出現嘅啦，已經係存在咧咁多年啦。當局咧一直都係闊佬懶理，唔單止唔肯去正視問題，冇增撥多啲嘅資源去加強白車嘅服務，反而咧度咗條救護車調派分級制嘅屎橋出嚟。喺呢個所謂嘅分級制之下咧，病人打電話求救，既要回答咧一大堆嘅問題，又要憑住控制室人員咧隔空斷症去決定邊個係危急。咁樣有冇再兒戲啲分明咧就係攞人命嚟教飛㗎。白車服務咧係救死扶傷㗎，即使再增加多啲資源落去，市民咧都係唔會 say no 㗎。點解當局硬係要咁孤寒嘅咧不過冇計啦，港府向來咧都係視人命如草芥，請副局長同埋政治助理或者係加公務員人工咧，諗都唔使諗，幾多錢咧都肯使㗎。之但係要換老爺白車咧，就一味咧拖咗又拖，理死理事。老實講如果炒晒班咧廢柴嘅副局長同埋政治助理，每一年慳翻嗰幾千萬將啲錢用喺咧買白車嗰度又點需要搞到要用人肉救護車去救人呢？試下叫下班高官坐下啲甩皮甩骨嘅白車，睇下佢哋驚唔驚啊？